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3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第12节，出埃及記30章第1節到第10節，希伯來書第4章14節到第5章的第4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獻祭。獻祭有場所，有獻的人，有主祭者，就是咱咧讲的祭司，有精神。所以经文的中间时常提到着坛，祭坛或者是讲伫圣殿中间的祭坛，也有獻祭的人。就是有人想要来献上感恩，或者为着家己的过犯来献上赎罪祭，要透过祭司才会当献祭。当然，这是伫旧约时代的记载。然后有牺牲的用品，就是咱咧讲精神，也是牲祭，或者是讲大罪的羊羔。现代人讲是奉献金钱或者是物品，有这一部分的准备以及存在，献祭者会通完成。但是事实上，伫摩西的律法的规定的下面，其实更较复杂啦吼。亲像伫出埃及记30章第1節到第10節的經文安尼記載。燒香的壇，你着用金合番木做一座壇。燒香的壇是4方的，長甲寬攏45公分，懸90公分。壇迄4支翹起來的角，着甲壇連接做伙。壇的頂面四圍以及遐的角，攏着用純金包地，嘛着伫壇的四圍來框金線。你着伫金線的下面，壇的雙邊兩支花杆的頂面做兩個金環，通好來撐過這個來光壇。着用金合番木做滾，用金包地。你着將香壇放伫約櫃前的帳簾的頭前，甲約櫃頂面的掛3對。遐是我甲你相會的所在。亞倫逐早去整理燈火的時，着佇壇的頂面燒芳芳的香。到黃昏，亞倫點燈的時，嘛着燒香。人着世世代代伫上主的面前不斷安尼來燒香，毋通伫即個壇燒別款的香，也毋通伫遮燒獻燒化祭、素祭甲奠酒祭。亞倫着一年一遍為着贖罪祭的火抹壇頂的4支角，甲香壇行潔淨禮。恁世世代代着安尼做。這個壇佇上主的面頭前是至聖的。就是安尼，這壇要安怎起啦？用什麼材質啦？伊的方式是安怎啦？什麼人來獻祭啦？什麼時間啦？着愛安怎做，攏有真清楚的交代佮規定。感覺上好像親像無安尼做，就無法度來得到上帝的悅納。但是事實上，咱知有一寡部分是無法度免除啦吼。但是有一寡呢，甲獻祭的精神相關的，但是某一部分卻無一定是必要的。咱攏會記這佇亞伯拉罕獻以撒的事件。
第一点呢是上帝敬的，献祭的人是亚伯拉罕，是上帝所指定的。主祭者嘛是亚伯拉罕本身，但是献祭的祭品嘛是上帝所规定的啊，就是以撒。但是事实上，咱拢知影，上帝家己早就为着这个献祭来做准备啊。有一只大做的羊羔，上帝早就甲你准备好势啊。以弗所书第4章14、19、16节，甲咱讲到耶稣基督是咱的大祭司。标题讲大祭司耶稣。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上帝的囝耶稣，已经上天到伫上帝面头前，咱就坚守所宣认的信仰。咱这位大祭司毋是袂体贴咱的软弱，伊伫逐方面拢亲像咱有受试探，不过无犯罪，所以咱就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通领受到伊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时的帮助。圣经甲咱讲，这位大祭司是上帝所指定的、所设立的。伊家己经历过试探，咱嘛知影伊是无罪之身，伊嘛体谅着世间人的软弱，并且佮想死救恩。伫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到第4节，又佮进一步来讲着。逐个大祭司拢是对人的中间所精选出来，受指派来替人服侍上帝，为着因会做献礼物甲祭品。大祭司因为伊本身伫逐方面拢软弱，所以会当体谅无知甲失败的人。因为安尼，伊有义务为着人民，嘛着为家己的罪来献祭。无人家己得到大祭司这个尊贵的职分，只有亲像亚伦和上帝选调的才会通得到。耶稣基督正做尊贵的大祭司，做世间人来献祭，是因为上帝选调伊。伊毋是对人的中间所选的，伊袂会失败，因为上帝所设立的大祭司。伊正做世间人献祭的帮助，嘛是救恩的来源。诗篇51篇第1节到13节，祈求赦免。上帝啊，你会听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。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的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更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求你面挖走，无看我的罪。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
上帝啊，求你为着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觉忠心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犯过失的人，互罪人通归向你。主啊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。虽然你亲像要求亚伯拉罕献祭一样，要求阮对你来献祭，但是阮知你已经为着阮准备着一切。你是阮的耶和华以勒，你为着阮准备一切所需要的，包括阮的献祭。你设立耶稣基督成做大祭司，嘛互伊成做阮的大罪羊羔。这种的恩典，阮无法度来算数，只有会通虔诚伫主的面前求主你来使用阮，互阮有机会成做你忠心的仆人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